综合报道。疫情等候，各国拢开始拼观光哦。咱国内旅游业者已经几啊摆呼吁政府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观光。今仔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就邀请交通部甲陆委会，针对小三通常态化甲开放两化观光来进行专案报告。陆委会甲交通部拢强调讲，台湾政府是欢迎中国观光客，这立场无改变哦。也毋过嘛需要符合双方对等的原则。疫情等候，各国开放边境，积极拼观光。咱国政府嘛定出今年要拼600万观光客来台湾旅游的目标。不过目前离这个目标也有真大的一段距离。600万是低标哦。我刚才发，现在是175万了，到昨天175万。我讲是1到4月162。我知道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按照这种比例、这种进度，你到年底是没有办法到600万。为着要拼观光，国内旅游业者嘛几啊届呼吁。希望政府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观光。拜三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邀请交通部甲陆委会，针对小三通全面常态化、开放两化观光交流进行专案报告。陆委会甲交通部拢强调讲，台湾政府欢迎中国观光客立场无改变，不过嘛需要兼顾双方对等的原则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时间表。这个部分我尊重在这个陆委会。你尊重陆委会还是尊重大小姐？陆委会啊，我不是，我想陆委会的确在两岸里面有对等下，我们自己去喊说，哎，我来开放，对方不理。其实部长本席真的很无奈啦，因为拼观光不是只是口号，也不要用政治意识形态。针对国际旅客来台湾观光的人次，一直拢无啥进展。有立委嘛批评讲，台湾甚至还阁输入人口，敢若有台湾1/3的新加坡，要求交通部爱检讨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，台湾有真侪景点。政府对增加来台湾观光人次的问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。记者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